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7日，公司大期待早起新闻，我是郝雄竹。先开始，咱来关心香港。香港实施禁服民法，结果拜6礼拜也是有真侪示威者，同款是挂喙罨、挂防毒面具去街仔路示威，表达诉求。真侪所在嘛发生严重的警民冲突，造成11个人受伤。受伤的名单内底，上细汉的只有13岁，上济岁的是93岁。在初6日到香港民众发动的反服民法大游行，过了后，现已士多沿路的中资背景的餐厅、商店，拢互示威者喷洒破坏。中国银行也互人放火，暂停营业。在香港实施禁止蒙面法的第2天呢，下午有许多的区域都是有来集会游行的，但因为都是没有获得警方许可，所以在傍晚5点左右都已经遭到催泪弹给清场了。所以现在到绕路上没有看到很多的民众，可是随处可见都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坡漆，那也可以凸显呢，在反蒙面法实施之后，这个港中的对立情节是更加的严重。这些中国的银行对香港的经济，这个不是很好，所以他们就觉得应该要破坏。路边真侪所在拢看到庄仔架互人翘起来蹲做路洞，本来还阁伫咧营业的照明的餐厅，看办事唔对，赶紧甲铁门扭来。原本那间知名餐厅都是大门敞开的，然后进去吃到一半之后就，听到一些抗议的声浪，然后店家他就看苗头不对，就赶快把大门深锁这样。真侪所在拢先后发生警民冲突，一直到半暝。现日时多也有示威者向警方弹汽油弹，现场有一位香港电台记者被弹到，已经送到院治疗。警方也伫咧远在制服几落个人，也阁包括一个戴安全帽的查某囡仔，也被带上警车。防暴警察伫几落个所在出入口设路档，甲几落台巴士抓来，搜查乘客物件，逮捕可疑的示威者。伫初6暗8点半，香港地铁再度宣告，除了机场快线以外，全线暂时停止服务。九龙塘解放军营几落遍和示威者用镭射拍照，驻港部队的军人正罕见的第一遍赢黄旗警告，也用正强的电梯照面照。根据香港医工特别统计，一直到暗时11点，总共有11个人受伤。虽然形势紧张，又要落雨，不过示威者为了诉求，依然继续抗争落去。记者综合报道。香港政府即马规定讲，要伫街仔路示威抗议，袂使暗面，安尼颠倒引起更较侪抗议甲不满。香港地铁互破坏，有的站公布章爱关起来，甚至全线停驶。香港旺角弥敦道5号半暝也无平静，示威者想要瘫痪北面道路交通，将德国仔当作路障封堵。那么过程中有民众甲示威者发生冲突，一度爆发激烈肢体冲突。其实5号暗时，香港各地拢发生警闪示威活动，毋但有示威者脱路破坏中资商店，其中也包括建制派议员办事处。被毀，窗戶被打爛，玻璃碎片散落一地。元朗十八鄉鄉事委員會5號暗時遭到示威民眾破壞，那鐵門被聽，窗仔被拍破，現場也閣有汽油彈攻擊嘅痕跡。第4號宣布禁蒙面法了後，香港各地激烈抗爭不斷，尤其香港鐵路設施遭到示威者一直破壞了後，到目前為止猶原無法度正常運作。港鐵6號早起宣布將中區45個車站，不過其他18個車站繼續關起來，列車服務將提早到暗時9點結束。香港交通會當講是呈現半癱瘓嘅狀態，數百萬人受到影響。機場站來回服務唔停九龍站、青衣站同博覽館站。另外，六組銀行也成了示威者攻擊嘅目標，幾廿台 ATM 提款機遭到破壞。金融管理局初步統計，3300部櫃員機當中，有超過1成受損，唔能夠正常運作。看到禁蒙面法引起香港更加激烈社會不安，大個在激烈4位民主派議員向法院申請臨時禁制令，將反這項法令嘅實施。極權同埋法治嘅對決，政府行政機關係可以點都得。完全任佢話咩係法律就係咩法律，完全唔需要立法會，唔需要公眾諮詢，唔需要香港人授權。民主派議員即期，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無宣布香港這日緊急情況之下，就引用緊急法，西過正常立法程序，強推禁蒙面法。
违法搁违宪，也毋过高等法院法官再去听还，代表政府方甲民主派机关双方着输定数了后，拒绝颁布临时禁制令，也就是讲禁王明法继续实施，也毋过下令重早进行司法复核，临时将伫10月底进行。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等下咱过来，咱来关心今仔日咱的报纸重点。先来看联合报，国民旅游卡使用限制即嘛被放定。行政院讲为了要鼓励国内的消费，按每年元旦开始，日本节的休假日才会当用，并即嘛平常时嘛会使用啊。另外，在金马店买珠宝、买金马，嘛会当录一张卡。继续来看《苹果日报》，订房的网站不品.com传出会员的个人资料外泄外逃，诈骗团竟然是这个网站的工作人员，讲你无细字一间房间订2摆叫你赶紧去 ATM 解除，结果有228人互骗去，损失的金额有3000万。继续来看《自由时报》，因为招惊化，即马佫有一间学校要关门啊！这是成立52天，屏东私立的华州公家已经去申请停办。目前学校内底有100多个学生囡仔，因会转去别间学校读册。学校未来要转型，要去转做老人长照的社会福利机关。镜头来花莲东大门夜市昨半暝个火烧，亲像是一担未食的排油烟机导火。消防局初步判断讲，可能是排油烟机的油垢伤高，高温导火才烧起来。好佳在火真紧就互拍花，毋过有一个人去砸着送病院。卖行卖的单位是一直请演出来，消防队员经爬去厝尾顶拍火。花莲东大门夜市，初六暗时7点半传出火灾的消息，有一间单位的排油烟机，讲内底是一直请演出来。消防局得到消息了后，是紧赶到现场布水线拍火。因表示到场的时阵，只看到几片蒙灰散雾，并无明显的火势，情况真紧就控制掉啊。就突然浓烟一直上来啊，吓到啊，那客人都跑光了。上面有冒黑烟，冒完黑烟我们发现之后，然后就疏散人群，然后就通知他们，然后就马上我们的人就灭火器都拿来喷。为着拍火，消防局是紧甲关口边一条街一边的电源禁掉，不过单位也是有一寡灰烬出现。除了导火单位，这附近的单位也拢规个是甲乌噜噜，围牌差不多15大，拢因为电去互拆掉，无法度做生理。也有一个单位的头家去互烟砸着送病院，花莲县长徐经纬也到场关心。起火的位置目前在烤肉摊上方左右大概3、4间摊位上方的这个连通的排油烟管那详细的起火原因跟位置我们还要再做调查，所以没有办法确定这个排油烟机是哪一家在使用嘛对，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理清，那后续我们会再跟使用者做一个确认。花莲东大门夜市3个月前才火烧过，40个单位拢烧了了。好佳在这边发现了早，火势真紧就拍花，导火的原因也可犹太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台中的大业区工厂火烧，夺走2个消防人员的性命。除了要来检讨救灾机制，消防的装备嘛是重点。南投有消防人员，因即摆就讲，因的装备烂糊糊，内里拢破去的，还搁咧清，根本是用这条命在救火。提起消防手套落看卖消防人员讲，因为内里拢破的，镜头根本无法度完全落入去。手指没办法伸进去的，伸直的，所以我很像一个拳头守着在这里，所以这边都是空的。消防手套无法度完全套入去，影响镜头的活动，伫火场买细字会落去，而是伫看卖被侵蚀内底的消防衣，内明显破去，有的内里嘛流出来。消防人员表示，由于等太晚，佫需要时间，只会使冻偌久算偌久。这个应该没有影响我也不知道。应该是没有吧，因为它外面那个涂料。消防队员坦言，安尼消防衣有的已经使用真侪年，不过因为勤务真重，加上要搁等停播，太晚嘛需要时间，只会使尽量动。不过穿着安尼消防衣来救灾，心内底压力也是袂小。根据南投县消防局统计，目前有307名外勤人员，而针对处境愈相关的南投分队，每一名拢有2套，不过上面添加还搁要看经费。一套消防衣的部分里面，大概现在里面大概要6万块，再加上它的相关的配备的话，将近要10万块。有关于我们现在里面全县需要汰换的数目的部分里面，我们每年都会做调查，但是详细的部分里面，我们目前是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南投县消防局表示，目前已经编列200万的预算，所以嘛将对出勤率相关的分队分配出来添购每一人2套。不过因为预算问题，还是我都来全面。而消防署表示，消防衣上架使用年限是3年。泰华受地方政府宽节，全顺利来协助加速泰华或者是添购。记者南投综合报道。若有够恐怖，这是民众去加油煞拄着起爆，这是发生伫咧高雄金埔。在加油站的员工摕加油枪要切加油，煞熊熊爆炸，造成2个人受轻伤。骑机车的人来到高雄金埔这间加油站，将一人加完油摆伫后壁的伊，才讲要加减满的油就出现起爆。地处加油机台上的面板炸飞，讲到伊甲另外一名骑机车的查某，好佳在2个人拢是轻伤。是那一台机台着火了啊，刚好那个我的摩托车又倾倒啊，又漏出来啊，有看到火又看到油漏出来，当下就很慌张。法规的规定来讲的话，我们有日检查、月检查，还有半年检查。当天发生事情的当天来讲的话，主管机关都有来检查过我们过往的一个检查记录都正常。中油公司表示，起爆的加油机每一摆电机检查内部管线还是电源线，在烟土矿顶细节拢合格，定调这一摆起爆是个案。内部也正伫咧调查详细原因，也毋过专家不排除是静电甲油气产生反应，才发生爆炸。加油站它有油气所以说会造成一些静电的效果，然后也会产生火花，尽量不要去使用到有关电子仪器的部分，包括无线电还有我们的行动电话。加油站定有油气，拄着火气较会出意外。消防队也提醒民众加油时，除了禁止部分片面电子产品，也要设立静电。尤其自助加油时，建议民众加利用站内设置的防静电机了后，再操作加油机，免得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个意外是伫咧桃园机场，桃园机场昨昏有一台日本航空的无人机准备要停入去停机坪时，去弄到空桥，造成无人机大万分，旅客受到延误。相片中，无人机倒边1号发动机直接遭到空桥卡入顶面，发动机的整流卡把受损，出现明显的破损。这件意外发生伫桃园机场，早起大约9点半。桃园航勤地面作业人员操控拖车，要将2航这只波音7878型客机拖入停机坪，疑似操作不当，地数 A 流。由于飞机拖进登机门的时候有撞击，我们现在无法飞行。这班1航 JL 802原定早起10点起飞，前往东京。结果这一浪造成班机大延误。迄当时旅客还未登机，也毋过准备经过东京转机到美国旅客，有人毋知要如何是好，也有人一直讲离谱。6点半就来了，因为10点的飞机嘛，是最离谱的吧？那就是看他们处理方式啊，就是看现在要怎么跟大家交代，因为很多人都要转机回美国去啊。几乎我的生涯里面没碰过，第一次碰到。由于机务的问题，我们现在预计起飞时间将暂定在下午的5点50分。受损无人机定航为了谨慎决定随检修，并且另外为羽田机场调派共型的无人机来台。初步调查，技术拖车拖行超过停机坪停止线，地处无人机倒边发动机去卡到空桥。驾驶并无啉酒，也毋过确实原因由外有待调查鉴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啊！第19号风台哈吉北昨昏形成，不过短时间内对咱台湾无影响。来看今仔日的温度。第19号轻度的风台哈吉北暂时对咱台湾无影响，也毋过气象局讲哈吉北会继续增强，伫国庆连假有要去日本的乡亲要注意，这风台有可能会对日本去。若今日咱台湾的天气，今仔日东北风有略略减弱，水气嘛有比昨昏减一寡。今仔日咱台湾的东半部、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中南部山区过昼了后，嘛可能有短暂对阵雨。其他的所在，澎湖、金门、马祖，规天拢是好天到济云的天气。温度方面，日时北部、东半部高温是29度到31度。中南部高温有32度到33度左右。
伫咧苗栗竹南的龙凤渔港有采大风吹，这是咱国内头一座离岸的示范风场。10月底起好，年底会当开始发电，一档会当提供要挖13万户的客家庭用电。来到苗栗龙凤渔港的外海，海面上采几只风机，看起来真壮观。这挂风机拢是台湾第一个离岸风电示范风场的重要角色。总装置容量有128MW，预计10月底完成风场建制，年底摕到经济部就接了后，就会并联商转。陆陆续续都会有大的风场会完成，那一直到2025年，我们大概预计会有550万千瓦的风机装置容量会完成。550万 MW 的容量，大概就是台中火力发电厂的总容量。经济部表示，这个离岸风场离龙凤渔港外海大约2至6公里的所在，分别是伫2015年设立2支4 MW 的第一阶段示范风场，加上后来20支6 MW 的第2阶段，加起来拢总22支。这款风机是伫台中港风电码头成装好，搁运到苗栗外海安装。开发商表示，虽然苗栗外海风力条件好，但不过为了安全，也是有降载机制。我们大概3米就开始发电，到12米完全满发。满发就是说每1小时发6000度，6000度，然后它一直到32米才会停机。那32米是什么概念？进入中度台风。这项风力达到中台等级就会停止，确保人员甲基础安全。经济部表示，对岸苗栗外海，伫2020年伫中华大城、云林等陆续也阁有风场建设完成，预计2025年会当达到550万MW装置容量，成为重要的绿能发电主力。记者综合报道。开要38档的台北市南门市场配合节温时间，12月份要拆掉电器，昨昏是上尾一天，真侪老主顾者唔敢专工去交关，嘛去看看顺顺的。有名的大头头前是人排真长，工作人员真无闲。南门市场配合改建电器，下好营业结束了后就要来搬走。为少民众知影消息了后，趁最后一天营业赶紧来买。今天的赚钱他再来啊，哎。毕竟这些东西都是有它很大的特色。买了一大堆了，我觉得4000元都快，我不够用了。民众摕到翕相机，伫翕相记录一张珍贵的相片。卖酒的大头也拢推出感恩的优惠，要来回馈近年来的老主顾。前面商品打8折，然后粽子买5送1，剩下桌面这些东西了哈。天空我们就搬新的地方了。另外也有大头搬走了后，行人客找无，介绍时阵调工提出新大头的地址，或者来介绍解说。我们搬到中继市场的摊位，我们都会跟客人说，然后因为我们在这里那么久，客人都认得我们，他们都说我一定找得到你的。当然舍不得啊，这么多年来，当然很多老主顾都知道我们的位置所在，重新再换个地方，当然重新适应啦。启用到这阵已经38年的南门市场，配合节温万代线的兴建，12家拆除电器，加节温起到电。预计7号开始会搬到台北市的杭州南路2段中价市场，并且在10月17日展开试营运。离原本的南门市场，预计2022年完工开放，到时阵会以全新的面貌来迎接人客。记者综合报道。新店宝山有一口古井，传说讲啉到这口井水就会生上生啊，所以这嘛好叫做上生啊井，因为即嘛正做地方的特色。当年呢，拢会举办上生啊井活动，昨昏就要挖200队的上生啊去参加。这边有一队，那边嘛有一队。新竹县宝山乡6号早起来了200队的双生仔来到这，互现场看起来真趣味。真侪双生仔嘛，因为生甲伤成啊，互生活中闹出袂少的笑话。是在同一个诊所工作，那个病人可能在挂号的时候，可能看到我们啊，看到我们的时候，奇怪，你明明就在柜台，那为什么医生旁边又站着另外一个小姐，一模一样的？有时候也是用猜的啊，对。叫错人吗？会啊，就有时候生气捣蛋的时候，就会乱骂一通。宝山乡有一口古井小团，啉了伊的井水了，较到生出双生仔，因此地方的人拢叫伊双生仔古井。因为周边呢非常多的双胞胎呢这边诞生，所以在流传到各地呢，这个地方就成为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双胞胎井
目前可以掌握得到资料的部分呢，大概有将近200多对的双胞胎。只是目前这项传说无法度用科学去证明，不过甲其他的县市比较，双城比例确实低淡薄啊。马友啊，用双城变做宝山乡另外一款的地方特色。记者张君和新潮报道。在国际上要紧来关心美国甲北韩，美国甲北韩的非核化谈判，今年1月份伫咧越南公布成无进展，这个月初5伫咧瑞典会谈，也毋过有关无突破。北韩讲拢是因为美国无诚意。大家拢伫注意的美国调遣非核化工作战级会谈，5号伫瑞典首都苏德格里摩举行。讲了8点半钟无进展，北韩首席谈判代表金明吉在平壤自苏德格里摩大使馆外口发表声明，指控美国无愿意放弃过时的立场甲态度，要为这摆谈判搁再破局来负完全的责任。 미국은 그동안 유연한 접근과 새로운 방법, 상발적인 해결책을 시사하며 기대감을 한껏 부풀게 하였으나 아무것도 들고 나오지 않았으며 우리를 크게 실망시키고 협상 의욕을 떨어뜨렸습니다. 金明就讲，朝鲜半岛局势正处在对话也是对抗的十字路口，希望美国互利互惠，马上停止核试验加洲际弹道导弹计划，更加重要是撤回所有威胁北韩安全加阻碍发展的措施，也就是提供安全保障，并且撤销制裁。就北韩是毋是继续停止核试验加试射洲际弹道飞弹，这就要看美国咯。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塔古斯是讲，这摆美国方面已经带来创意观点，双方也进行真好的讨论。认为金明吉的讲法无实际反映会谈的内容甲精神，而美国已经接受主人瑞典邀请，2礼拜了后，登去当地，佮再来举行协商。不过无法度确定的是，北韩是毋是相关也安尼做。美国总统川普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今年2月底在越南河内举行的川金第2摆会谈破局了后。 非核化谈判无进展已经过2个月啊，外界对5号重新启动协商是抱着真大希望。也过北韩又过来旧的部署，2号宣布试射新型的潜射弹道飞弹成功，正做2018年甲美国恢复对话以来上具挑战的举动。记者综合报道。 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进行这电视打倒好的超大型的太空火箭，按算半年来要发射，明年要载人去太空，目标是载人去火星。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伫第7位说明会场采了一个超大型的太空火箭模型，就是业者研发中的大型核的火箭上大版本 BFR。 根据 SpaceX 所提出的设计，是超大型火箭第一载推进器，甲以前的大型核的火箭同款，伫咧飞到一定高度了会脱离，并且用垂直的方式返回地面，后一遍佫会当行。只有第2载就无共款利用途，譬如讲太空飞船，伊其實就是以长程弹道飞弹的方式，互太空舱内面的乘客伫咧30分鐘內會當到全世界各大城市。The critical breakthrough that's needed for us to become a spacefaring civilization is to make space travel like air travel. 另外一種是用第2載的火箭，甲同款載人的太空船送到火星。這隻火箭同款用拄仔所講的轉到地球的方式，用火箭反向推進力降落到火星的表面。不過 BFR 運送太空艙入去地球軌道的測試，要明年才開始進行。 不過，所落來研發因為預算減少，加負責發包的太空總署 NASA 人事異動，規個進度攏拖慢。Our plan is in basically 1 to 2 months to do the 20-kilometer or 65-foot flight with Starship Mach 1. I think we'll probably have Mach 2 built within a couple of months or less, and Mach 3 maybe 3 months, that type of thing. Mach 4 4 months, maybe 5 months. 這麼外界較有興趣，也是發射會讓予太空船到地球軌道，甲國際太空站 ISS 相接。今年3個無人版本的會讓予到 ISS， 也毋過在太空人的測試日期是也未決定。更加毋免講，佇30分鐘內會能到任何大城市的太空船，抑個飛到火星的計劃。NASA 所長除非當確保太空人的安全，那麼甘願進度拖慢。 也袂用喺安全問題上凊彩。記者綜合報道。
美国加州的学生运动员未来会使甲赞助商签约领薪水、赚广告费啊。加州嘛将做全美国头一个通过这款法案的州，让学生的球员唔免做白工。 伫咧加州州长纽森伫咧节目顶直接签署已经有机会通过的运动员公平报酬法案了后，美国大学运动联盟 NCAA 也发表声明表示，这项新法已经互即阵也有未来的学生运动员、教练、行政人员也有校园变甲乱糟糟，而且唔简单发生伫加州。To profit off their likeness, which means in normal terms like sign endorsement deals with local companies or businesses. 纽森认为 NCAA 靠学生运动员的打拼，为电视转播的权利金、各项赛事门票的收入，也有卖商品等等，甲当年所赚超过140亿美金分配给各大学。NCAA 本身也收买10亿美金的利润，教练的薪水用超的，拢有几啊百万美金。学生运动员刷一身五银拢摕袂到。即阵伫咧金州勇士拍球，为密西根州立大学毕业的 NBA 强车格林就是安尼。 I don't know about y'all, but I'm tired of seeing people get ripped off. 事实上，纽约也有类似的法案当伫咧讨论，宾州也有机关想要提案，不过也有反对的声音。俄亥俄州立大学副校长本身是美式卡球队员出身的基恩史密斯就无认同。NCAA 规定学生运动员爱伫咧赛场好好表现，不过也爱因会记得家己是学生的身份，唔是家伫咧学校运动生涯当作是赚钱的职业。不过有真侪运动员有影真有才调，尤其是皮肤比较较深色的学生运动员，因的家庭环境无遐尔好，大学的学费是一个真大的负担。 Allow student athletes to take a percentage of all athletics department profits. This might be the first one, but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be the last in this space. NCAA 强烈反对加州的新法，强调安尼会造成加州的大学伫咧招生的时阵无公平，因为金额分配上多的运动项目，拢是以野球也个美式卡球上多，而且也个威胁无要互一流名校参加重大赛事。大学野球队员出身的加州州长纽森认为，加州的人口4000万，佫是全球第5大的经济体，伊正怀疑 NCAA 会真正安尼做。记者综合报道。 泰国中部的考爱国家公园发生悲剧，一只3岁的细只象仔囝，伊要过河的时无细枝滑落去串流的溪水，另外5只大象想要甲救，结果拢做伙互水冲走死去。规个家族一个家伙因即马只剩2只大象活落来。 瀑布边啊，拢乖乖的河边，2只象滚流生存，不过因也算是幸运，因为其他6个甲伴已经不幸死亡。แต่ว่าน่าจะเป็นกลุ่มช้างที่จะข้ามน้ำฝั่งนู้นอ่ะพอดีอาจจะมีลูกหรือตัวเล็กๆเนี่ยฮะหลุดไปแต่ช้างผู้ใหญ่เนี่ยก็เลยลงไปช่วยนี้ก็เลยลอยไปกับน้ำดีกว่าครับ。惨剧发生伫泰国中部考爱国家公园，悬搁错流的地球瀑布，当局5号透早3点起步。 一阵象挡住瀑布边的道路，工作人员先伫水中发现一只3岁细只象的遗体，无远远阁发现另外5只大只象的遗体。研判球军是为了要救骨落的细只象，不幸当作被大水冲入瀑布里难。事发了后，当局暂时关掉瀑布，准备甘蔗，互2只幸存的象来补充体力，进行救援。 ตอนนี้ค่ะช้างยังอยู่ในระยะพักอยู่ก็คือจากการข้ามมาค่อนข้างเหนื่อยพอสมควรถ้าจะสามารถเลาะทางแล้วก็ขึ้นมาตรงทางที่เขาลงไปได้อะค่ะ救援人员较后用手啊慢慢的帮助因为岸边徛步脱困，目前由当局观察照顾。泰国野生动物基金会创办人会阁表示，象是倚靠群体生活来保护互相，并且找找食物。 这2只幸运活落来象，未来伫野外相依为命生存的难度真悬，而且这一摆惨剧，互因一个就失去大部分的家族，悲伤的情绪也是挑战。第个瀑布恶名透镜城，1992年也捌发生过8只象滑落去死亡的事件，引起全国关注。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古水的树懒动作是足傻的，毋是因为伊的动作伤慢啊，所以去拄着危险就袂赴走，也无就是会互电线电死，甚至有的种已经强要坐种。一只树懒看到到叶叶啊，就慢慢地倒掉爬过去，慢慢步，看起来真享受这种喜欢的生活。因过伫咧双基斯罗德的动物救援中心，每一只树懒拢有一段悲伤的故事。 Para tenerla como mascota le habían la gente quitado de la mamá por jalarle las piernas de atrás, le jalaron muy duro para quitársela de la mamá
y lo pusieron en la caja, ¿verdad? Y ahí lo iban a llevar como mascota. Lo que pasa es que rompieron todos los músculos, ¿verdad? En jalarla tan duro. Entonces estaba sufriendo ella de mucho dolor y también ya no se podía mover. 自救命、醫療到帶伊到草坡頂頭行路附近開6到8個月。樹蘭主要分布伫中南美洲，因生活伫咧樹林內面，行動真慢，佫真古錐，將你定定互人類掠去賣，抑佫互狗攻擊、互車撞，或者是磕着電線電死。其中主產植樹蘭是極度瀕臨危險的物種。 Parte del trabajo que se hace de rehabilitar a los bebés es llevarlos al baño todos los días, que es lo que está pasando acá atrás. 樹蘭雖然生活攏是伫咧樹仔頂倒吊的，連食物件嘛共款，毋過若要排便，一定到樹仔骹伫咧草坡頂頭放，因為身軀頂皮膜內面有草類甲葉仔，草類會當提供因佇無共季節有保護色。只有因伫咧塗骹排便的時陣，葉仔就伫咧因的排泄物內面死卵。 卵若孵出了，佫轉到樹蘭的身軀頂，葉仔若死去了後，會佇咧樹蘭的皮膜內面分解，提供樹葉以外重要的養分，促進草類的成長。高斯馬已經野放超過100隻的樹蘭。 Desde mi punto de vista, si nosotros somos los que estamos afectando, jugar un papel o aunque sea rescatarlo todo lo que se pueda. 哥斯达黎加环境能源部甲非政府組織樹蘭研究所對樹蘭做追蹤，並且甲園區內面的一寡門拍開。 互已經恢復健康，並且有法度適應野化生活的樹蘭，家己登記野化。雖然二指或是樹蘭目前伫國際自然保護列明中無列入生存危機，不過已經有專家發現，因為龍井、牧場、茶加紙漿的開發，因分布伫哥斯達黎加、厄瓜多、秘魯加玻利維亞的側地已經開始面臨威脅。記者綜合報道。 英國 Rock and Roll 搖滾樂團 Beatles 經典的歌曲之一是約翰蘭龍寫《永遠的草唔地》。伊寫出這首歌是因為伊細漢的時常常去一間歌劇院，這個所在最近開放參觀。 摕披頭士的相片，徛伫咧紅色鐵門頭前翕相。只要是愛披頭士的人，來到英國，攏一定會來遮，因為約翰蘭龍細漢的時陣就住伫咧附近，伊定定爬過圍牆，和孤兒院的小朋友佚佗，才充滿伊細漢時的記憶。I'm a huge Beatles fan, but a huge John Lennon fan, and obviously the 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 is iconic, and you know this is the place that inspired him. To write that song. 這也是刺激約翰蘭龍創作出經典作品的所在。1967年完成的《永遠的草莓園》，歌名就是以孤兒院的名來號的。這陣孤兒院已經拆除改建成做幫助學習障礙的青少年就業的所在。過去唔捌開放給民眾參觀，一直到9月份才宣布成做觀光景點，讓所有愛約翰蘭龍的人攏會使入來內底看伊細漢時佚佗的所在。 Till Saturday, the 14th of September. Nobody has ever been behind the gates. So this is a unique opportunity for people now to come and explore the garden. 1989年12月7日，約翰蘭龍伫咧紐約家己的公寓頭前，去互一個有精神疾病的粉絲請殺了後，伊的家後小野洋子就出錢，伫咧紐約市議員的協助之下，伫咧紐約中央公園採一個約翰蘭龍紀念碑。因為約翰蘭龍捌講，永遠的草莓園是伊上喜歡的作品，草莓園代表每一個人心中上想要去的所在，所以紀念碑就號做草莓園。 The Beatles, socially and politically and historically, are much more significant than people realise. I think without the Beatles' music, we probably would have had world wars. 約翰蘭龍唔單單是60年代搖滾明星，伊創作嘅歌曲也提倡世界和平、反戰嘅理念。伊頭一首反戰歌曲，互和平一個機會，成做迄當時反國陣示威嘅代表性歌曲。約翰蘭龍也成做反尼克森政府嘅代表，抑個因為安尼，去互聯邦調查局嚟做是監控嘅對象，而民眾抑個捌想要甲伊趕出境。記者綜合報道。 今頭等過來關心，香港政府即馬規定要去街仔路抗議，袂使暗面引起爭議。其實咱台灣呢，一批有憲法嘛有正相共嘅規定。內政部表示講，咱台灣一批有憲法，即法律有經過完整嘅立法程序，所以甲香港無共。毋過台北市長郭文哲表示講，若無修法進程，安尼就要依法行政；啊，若是法律毋對，就要趕緊改。
去年初，因为抗议军人年金改革，相关团体发动真情抗议，却是爆发攻击警察甲记者违法行为。当时政府就以集邮法第14条第6项规定，对着妨害身份辨识的化妆店面，要求真情抗议者袂用伫面抹、卖菜，也是地面具。即阵香港政府紧急颁布订定禁止合并的规例，也毋过台湾的集邮法要相关规定引发讨论。其实预约也都不是预约集会游行法而已，主要是预约都是预约到已经是涉到刑法的阶段啦。我们跟香港的这一次的颁布，其实最大的差别，集会游行法是经过立法院正式这个立法通过的这个法条，而不是他单独一个行政长官就颁布的啦。是这样的哦，国家法令在那里啊，如果要怎么执行，那不然就警政署出来讲嘛。有时候坦白讲，有时候我对台北市警察局有时候觉得他们也是蛮为难的。因为他有2个老板，你知道，一个是台北市长，一个是警政署，警政署也一直给他下指导棋，你知道。内政部强调，台湾的集邮法有经过立法院3读通过，甲香港颁布行政命令无共款。立法学界认为，美国、法国这国家要相关法令，也毋过各国背景无同，袂用相提并论。台湾的执法重点是伫真情抗议者是毋是触犯刑事暴力，需要被追究刑责。因讲就无这个规定来进行强烈执法。犯罪行为的意图跟他的做法是什么？是不是有触犯到有关刑法方面的？否则的话，你也不能高度无限上纲。你的政治诉求虽然是有，但是假设如果就执法者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在执法上面还是必须要有依据啊。但集会游行法再怎样也有经过立法院的立法限制人民自由的啊，我们通常会要求说要有法律保留，就是说你要有经过国会参与，台湾刚好用个时机来检讨集会游行法好了。法学界建议，集邮法一直有侵害人民言论自由的争议，政府应该利用这摆机会展开修法。对此，内政部强调，即阵确实有啲建议，是不是就集邮法的争议部分来进行修法？记者综合报道。香港反送中运动继续在炭烧，前总统马英九是批评现任的总统蔡英文讲，利用香港的议题来操作亡国的感觉，来影响台湾的选举。那总统蔡英文是回应讲，会有这款的感觉，其实就是前总统马英九造成的。大家在联络表顶的小纸条，互2名中国籍学生拆掉，甚至其他中国学生会摕到空白小纸条，甲原来写有支持反送中的这纸条砍掉咧，还互其他人继续写进去。你们现在是贴在别人的字上面，那这样子是不是去干扰别人的言论自由？甲纸条贴落来，大陆学生袂公开现实的。礼拜早起，大家带4名香港学生甲1名台湾学生到新北市邦桥警分局提告贿选，捍卫香港学生伫台湾的言论自由。打压自由、打压言论的这些动作，白色恐怖、暴力的行为，已经在香港转移到来台湾了。下晡，民进党党主席杜英泰是到新竹参加支援香港活动，也去参观新竹市东门的联络表。对着前总统马英九来批评总统蔡英文操作亡国的感觉来影响选举，伊真不认同。批评马英九讲东讲西，干那也要拍哪两利益。前总统在这个事件上，说三道四，我想非常不当。因为过去几年来，我们看到中国为什么对台湾可以这样势力长驱直入，我想马总统自己该有所检讨。对着马前总统三亚瓜操作人民惊吓的讲法，下晡总统蔡英文搁再反击，强调国民党两化政策早就不合时代了。应该要体验到说现在的时空环境已经不一样了，不要再把那种已经证实是错误的政策再拿出来说对整个我们对两岸关系的处理，或者对整个区域情势的处理是没有注意。来选瓦军香港议题是毋是真多政治操作？是亡国的感觉，也是三观？其实拢是两化政策，所有候选人拢爱提出实际政策内容来正面回应。记者综合报道。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已经讲，伊无要选总统，而且退出国民党。25甲前总统马英九降台，因为马英九进前伫咧韩国瑜的造势场合，互民众话落台。郭台铭嘛用半公孙笑的方式甲安慰。好，谢谢。郭总监会给马总统安慰吗？郭总会接受国民党
整盒吗？你们要我抱抱吗？可以吗？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公告，要为进前伫韩国瑜造势场合，遭到韩国瑜支持者叫伊落台，前总统马英九加油。郭台铭无参选总统，退出国民党了后，下昼出席前台东县长黄建庭的演讲，头一摆甲马英九同台，两个人互动真热。郭台铭讲，无选进前，其实早就选定黄建庭做副手，约使伊参选台北市长。话一转，趁着马英九也在场，暗中敲洗国民党的夫人文化事件。台湾的夫人政治文化，我觉得要像周美青及我们小燕姐一样学习。各位说对不对啊？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在去世后，苗栗复选，对于传出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可能成为韩国瑜的副手，吴敦义表示唔知影，也强调袂干预人选。韩国瑜兄曾经问我说找哪一位最好，我说这个是要你自己选择啊。第一个要同心协力，同时有互补的功能。因为我现在怎么发展都不知道我说随着一年走嘛。一路表达参选到底的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对敢会当争取到亲民党提名参选总统大位，强调随缘。另外，韩国瑜的副手人选一直拢无定调，还拿电影内各方拢有拍算。记者综合报道。咱镜头来去家己布地的当招，因为甲平湖较晏，所以早期的厝拢是用平湖当地一关或者锣鼓石来起厝。不过因为即马人口外移的厝拢爱防拆掉改建，为了保护这个罕见的建材，即马现在地的文化协会，就要来甲这锣鼓石做石墙来保护生态。伫咧生态池的边仔，大家排队做阵半钟头，准备要蹲一个生态保护。家己布地区文化协会顶个月伫咧有机要听的老师内面，救出一批锣鼓石，希望为即款有文史背景的古建材创造出新价值。这些老古石大概就是在100年前在日治时期从澎湖运过来的。到了布袋之后，可能是盖房子，也有可能是做堤防。锣鼓石是刷路大的化石，以前平湖人起厝拢是用这。早期伫咧嘉义沿海东石布地，也真侪用锣鼓石起的厝。社区为了要保护即款因为要听而消失的建材，就即工用锣鼓石蹲生态池的保护。这些老古石都非常有历史，是从澎湖的一个压舱石坐船过来的。那我们觉得感受到今天透过自己的劳力去堆砌这样的一个堤防就是感受到先人的智慧。搬之前觉得它只是一堆普通，然后我不太想看的石头，不太想要的石头。可是经过我们厂主乌鸦的解释，我们已经发现它是有功能的，而且它是很珍贵的资产。锣鼓石大大细细无共款，内面有小寡芳，为生态池内面的鱼虾建构一个自然的生存空间。荒野保护协会讲，因原始的材料配合自然地貌的环境，这款锣鼓石虽然结束为人掠风撇雨的工作，也不过怎么要开始守护生态。记者综合报道。有地方举办一天的农场体验，是招阿公阿嬷去果子园挽柑仔，去参加的时代拢感觉真新鲜。阿公阿嬷头顶一顶犁啊，工作人员带因去林路的山柑仔园，真侪阿公阿嬷拢是头一摆挽山柑仔，感觉就新鲜。我第一次看过香菇，对，那后吃起来也是 OK。心情是不错了，很快乐了。平常很少有这种活动能够参加是很荣幸啦。这场农场一日体验活动，为着要欢迎阿公阿嬷，佮有安排萨克斯风的表演。演奏经典的老歌，互长辈拢欢喜甲拍谱啊！毋若有表演，主办单位佮互阿公阿嬷用家己挽来的山柑仔做饮料，毋若趣味、滋味佮真赞。让长辈体验就是果农的生活，然后因为香茅也是近几年就是很流行的东西，然后让长辈去知道这个的东西。采回来的香茅自己榨汁有调一些饮料，自己用这样。主要还是让他们了解说这个香茅对身体方面的一些健康的帮助了。地方举办农场体验活动，互长辈去外口行行、看看咧，毋若家人捌对身体有助赞的果子，嘛互老大人体验无共款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
真侪高架桥卡，毋是摕来做停车场，就是摕来做篮球场。伫咧台中清水国道4号桥卡，有一个篮球场，年初在用。也毋过民众即马是反映讲，因为这个高架桥春球棚有较大棚，所以鸟仔拢休伫遐，所以就会放鸟仔屎。感觉即马规涂骹拍篮球拢会滴着鸟仔屎，感觉真太高。这是篮球场，规涂骹的鸟仔屎，互来拍球的民众真困扰，因为运球的时功夫爱较好淡薄啊，才袂去抹着屎。要再去注意地上的鸟屎，不然篮球碰到也是蛮恶心这样子。因为鸟屎真的蛮脏的啊，如果球还要去碰到鸟屎，然后再接触到我的手，这样是蛮不卫生的。为什么才有遮侪鸟仔屎？当地民众讲，因为鸟仔拢休伫咧顶悬的高架桥春球棚，所以鸟仔屎不时拢会按天顶滴落来。这鸟仔屎就是拢鸟仔伫这尾伫这面顶吼，这个桥条吼，拢会落落来啦，拢会放落来，放啊规个啦。这个伫台中清水国道4号桥卡的篮球场，今年初才启用，加一个运动空间，附近的乡亲拢真欢喜。也毋过鸟仔屎嘛，互人真困扰，歹看兼无卫生，所以向当地民意代表陈情。所以希望市政府是不是能够在个接受缝的部分用网子把它隔离，让这一些鸽子或是鸟不要在这边休息。市府便预算伫高架桥卡设运动空间，自本是一件好代志，无奈拄着鸟仔屎来乱，当地乡亲呼吁市府来处理。清水区公所讲，下半时间去会勘，才半经费来想办法改善。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咱来看公司的戏剧《咱甲恶的故事》。伫咧54届的金钟奖，摕到6项大奖，是上厉害、上解赢的。摕到编剧奖的编剧李时元，过当天伊就随飞去南韩参加釜山影展，伊嘛摕到亚洲内容奖的最佳编剧奖。我们都能学会跟不同立场的人对话，跟希望在精神疾病里。对精神疾病里痛苦的朋友，跟生命中经历创伤的朋友，都能在不同的社会里被接纳、被温柔的对待。李时元嘛感谢无前无后的团队，嘛真谢的甲主办单位说多谢，互伊有这个机会，互咱甲恶的故事这出戏会使互更较侪人看到。伫咧釜山影展，今年是第24届啊。头一摆针对电视剧新增加亚洲内容奖，咱甲恶的故事嘛是咱台湾一个摕到奖项的台湾戏剧。来去屏东的胜利贯穿，这搭是咱台湾头一个空军基地。作家张晓峰的旧厝就伫这所在。前一阵仔在地作家郭汉成，甲张晓峰的旧厝用成5个起做文学讲堂，咱即马就做伙来去这个文学馆行行咧。豆豆啊，行入来厝，作家张晓峰微微啊笑。今仔日伊专工转来旧厝，行行看看咧。这是屏东胜利贯穿永盛巷5号，伊捌伫咧遮住4年。为厝内底一装潢，到这间厝的建筑师，讲的是过去式，不过就那亲像昨日才发生的代志。你们坐在这里，所以你们就可以看到这2块雕花。有了这种雕花呢，你们可以辨认日本房子，就是比较高级的比较好的房子啊。今年78岁的张晓峰，伊甲永盛5号引言，爱为伊在读8一女的时讲起。迄当时因为伊的爸爸伫咧做空军的工课，去互调来南部，伊怎倒来屏东读屏东女中，带入去永盛巷5号。后来又搁到台北读册，食头路，尾仔成做一个散文作者。屏东的旧厝即阵有无共款的面貌。起先这个房子并不是我买来的是政府给我的父亲的，然后我们全家也就住在这里，所以从有这个房子本身就是一个恩惠然后经过这么多年，房子旧了，也是由文化局他们再把它修一修，然后可以让我们看到从前人的那个生活的样貌。
永庆5号，即阵由在地作家桂汉臣以小型的文学馆来经营，除了保留张晓峰迄当时的风景，也展示伊所写的册，也有旧相片，互作家的厝会当真做是推广文化的根，保留胜利贯穿迄当时空军歌社的面貌，也真做当地新的历史文化景点。记者综合报道。家日常的生活拢总缩小，求做细细呀，创造一个小小的世界。咱台湾有一个做小模型的创作家，伊号做郑红典。伊3年外前才投入制图，伊头一件作品就伫日本摕着大奖。日式的满喜厝开电火准备营业，走开的工具拢全交装啊，只差一粒有味的电火泡啊。地方店正适宜摕叶啊，甲电火泡啊放入去，这个视觉的落差感，就是伊介意微缩模型的原因。这个东西是跟袖珍不太一样，它可以做出跟你很亲近的街道啊，或者很真实的那种现代的房子。那一看到人家做，我就开始被吸引。然后就很快就投入，一直做到现在。袖珍模型照欧美的规定，缩小的比例就是1:12，风格大部分是古水和温暖。啊，那微缩的比例为1:6到1:2500，拢有人在做。甲袖珍比起来，佫较会使挖进真实的生活条件，或者是心内中的世界。为拄开始做微缩模型，到即阵真做牛人。地方店只用3年半的时间，以倒边的目睭弱视，加上这边近视、老花佮闪光，做微缩模型比一般人辛苦几多倍。这个挡土墙当时我也是想说，是不是用粘土捏成半圆状再来对切去贴。那后来也是无意间发现保丽龙的球，你把它切开以后。它直接就可以贴上去，无意间有一些巧思，也可以把它运用进来。甲过去家己学画图，也到即阵做设计师的经验，全部拢用伫咧微缩模型内底，加一点涂，加一点刷，加天然免费的材料，就会使互作品有具真实的感觉。伊捌去互真侪人问过，要安怎做微缩模型？地方店规去做一个工具包，教大家安怎开始。最早当然是直接把商品拍照，然后用电脑绘图软体来说它，因为一般的人他比较没有办法做到这一些专业的技术。大家只要照着我说明书上面的一些制作的步骤，大家也可以很轻易的做成各种书本。到大也阁无法度放袂记一个车祸现场，路边常常看会到的叶红仔机，也阁有壁顶拢是乱做的小食店。地方店的作品一路为日本风格转做高高的台湾味。每一个时期对伊来讲，拢是无同款的接触甲体验。伊毋望家己的作品会使继续有做囡仔时的天真甲趣味，也透过微缩作品反映社会事，互大家欣赏甲关心。记者综合报道。观光产业的经济规模是真大，不过观光客甲在地乡亲甲店头有时拢无啥接触甲交流。2014年时，古意是创立咱台湾头一个有收钱做解说的文化导览品牌，互游客会当体验在地生活，做文化交流。下暗台记台台湾新简介文化新台湾节目，咱就做伙介意去佚佗。成功开创文化导览观光模式的区域，原本是伫旅游业担任产品经理，但是慢慢发现规划出来行程却是家己拢无兴趣的，所以开始想要规划对消费者更较有意义的旅游行程。差不多7年前的时当阵，感觉讲，大家对于大稻埕这个所在有一个刻板印象，所以阮想要用咱在地少年的观点来去介绍大稻埕这个所在，所以开始做这个文化导览。2012年，区域对大稻埕出发，开始以头一场的导览，后来创立台湾头一个专业导览品牌，其中有真侪充满创意、非常趣味的主题导览活动。他是一位历史老师，所以他就有一天在课堂上就想说，我们搞一个看你老木。然后后来我们觉得这个发想太棒，因为他们后来那个看你老木这个课好像没有成功，所以我们就跟他借这个巧思，就是各地的老木其实都开始就默默都就是为了都市开发，然后被整顿。那这个东西要怎么被重新检视？它其实是一个记录我们人类的文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明。我们从公司大部分同事都不是做旅游出身的，对，因为是大概是对这个台湾文化这个环境的这个
主题有兴趣，大概是想讲来这个公司，咱透过旅游的形态，是让和更较侪人是认识咱台湾的文化，来了解讲安怎保护咱台湾的环境。用旅游来关心自然，连接社区；用旅游来听故事，体验在地生活。透过有文化内容的导览，和导览不只是单纯的景点介绍，嘛是一种想法的传承甲交流。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天气报道在来看今日各地温度。咱先来看，伫咧北部温度上低24度，上悬31度；中部温度上低24度，上悬32度；南部温度上低24度，上悬32度；东部温度上低23度，上悬29度。外岛温度上低24度，上悬3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司大期待在去新闻，我是高雄竹，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